各位乡亲大家平安。咱的时间已经到，所以咱先来练今仔日礼拜要唱的献诗吼。今日对头练到后壁，安尼照听顺序来。第一首咱来看献诗第157首，献诗第157首。我希望救主耶稣啊！这首献诗，咱真实确实伊的年代，伊的历史真久吼。伫咱早早有一本献诗叫《养心圣诗》的时阵，伊就有收入来。啊，到咱第一本台语献诗，就是伫1922年的时阵，就开始有，一直到今嘛。啊，这首献诗较特别所在是。伊是对日文的献诗，佮翻译做台语吼，甲咱平常时直接对原文的献诗翻做台语较无共好。咱来练习啊，因为这首献诗咱足熟，所以咱就直接来唱第2节甲第4节吼，第2节甲第4节。3来，我希望救主耶稣，救天是大观念，感觉我心的勇敢，是客观高保天，我希望主的心。好，咱小注意一个所在吼，第2节的歌词第3谱表，我希望主的仁爱，互我伫路上快乐吼。好，咱再来唱第4节。3来，我希望救主耶稣，肯帮给你的名，敞开慈悲的眼光，在意阮的母亲，主会所落的家是。我讲伊当欢喜，今时我路主耶稣，天天经愿记你。好，主会所属的家人吼，毋是会是会，所以咱等下在唱的时阵，请小可注意一下。好，第2首咱来练献诗第83首。啊，这首献诗咱较罕得在唱吼，捌唱过，要毋过无较时常在唱。啊，这首献诗较特别所在，咱可能较熟吼，就是世界有几个灵修的团体，啊，咱上熟的就是法国的泰泽吼。可是今日唱的这首献诗，毋是泰泽写的，是英国伫一个，你可能爱。坐船，坐火车就捌了，搁爱换船，坐去一个偏僻的小岛啊。小岛有一个灵修的团体叫做艾欧娜吼。啊，艾欧娜伊足早就成立。啊，这个团体足特别，就是讲，因真参与伫社会公益的议题，所以因写的歌，你对歌词内底，拢会当去感受到迄种甲公益有关系吼，咱等下来唱的时阵，当小可注意一下。啊，伊这首诗的曲调，吼是用法国本来就有的一个圣诞节咧唱的献诗的曲调甲合作伙，啊是小调吼，要毋过因为配合歌词，所以咱会当看到迄个五芒地上迄
迄个芒的味伫上尾节，可能是第3节、第4节、第5节唱出来，就有迄种芒的味吼。咱小可注意的是，歌词的部分吼，在唱的时阵，咱一边唱一边来想，咱会请苏琴先对头弹一解。我会读第1节歌词吼，耶稣基督听候伫路边，孤单家己食饭，无人做厝边。请听主耶稣，我嘛真孤单，无论朋友失分，较伫听候你，听起来真孤单吼。当然用，确实一开始是真孤单，用到后来时阵，就有迄个芒的味吼出来，所以咱来唱看卖好，来第1节来，耶稣基督听候伫路边，孤单家己食饭，无人做厝边，请听主耶稣，我也真孤单，无论朋友失分，甘伫听候你。第2节，耶稣基督受气伫路边，不记得的天，望拢少你，请听主耶稣，我也真受气，为上帝高我缘故，甲你同受气。第3节，耶稣基督一直伫路边，所有艰苦悲痛，花手伫伊地，请听主耶稣，我也同情伊，擦我出了关心，一直亲像你。第5节，耶稣基督呼调伫路边，啥人当行天路，我要引带伊，请听主耶稣，走我免惊遐，行我头前一步，我袂阮地你。真好吼，好来，咱来练上落尾第3首啊，咱上夜无练吼，来练第3首。第3首是圣诗第162首。就用基督耶稣的心做恁大家的心，救主耶稣本是上帝，为着救人降世。咱来唱第1节，若有时间来煞唱第2节。3来，就用基督耶稣的心做恁大家的心，救主耶稣本是上帝，为
吼，注意一个就是，中午一个小可休困的所在，咱莫停上久吼。咱第二节来唱第二节。三来，强逼开开车水路步，顺心高兴顺好，心志短短心给参心，兄弟就过新年。好。今仔日练习的时间到这。这时礼拜开始，请走甲。上帝啊，求你为我创造纯洁的心，求你使我新搁忠心的心灵。愿对上帝囝听着，现在传予恁的信息是安尼：上帝是光，伫伊完全无黑暗。毋过，上帝伫光明中，咱若照安尼行伫光明中生活，咱就互相有团契。伊的囝耶稣的血会继续洗清咱拢总的罪。既然咱有一位伟大的大祭司，上帝囝耶稣，伊已经上天到上帝面前，咱就坚守所宣认的信仰。所以，咱就好打就近上帝恩典的宝座，通领受伊的怜悯甲恩典，做咱需要时的帮赞。做伙来吟圣诗157首，圣诗157首，我信无救主耶稣，请起立来吟。心无
请咱游园徛伫三甲鸭头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要学罗你，伫你所定圣的日子，阮用敬畏的心来到圣殿，阮要敬拜你，要来领受你所赏赐属灵的美牛，为着要互阮的灵魂清音，通用你的话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互阮通继续行伫正直的路上。主啊！伫你面前，阮要反省阮家己。有时，阮亲像失迷的羊，伫繁华扰乱中，阮失去方向。伫虚假的社会消息中，阮袂记记着时时掠条对你来的准则。就阮伫网络中受侪侪引诱，一个无第一心，就受骗、受诈欺。有时，阮感觉应该是好朋友的，却用假意来欺骗阮。有人也因为安尼来失落财物，甚至失去性命。主啊，伫即个无明、价值混乱的时代中，阮只有仰望你，求你伫阮的中间做光，为阮开一条正路，互阮的心清气，互阮的目睭看无虚假，互阮有正直的心，有对你遐来的智慧，互阮有够野的勇气甲气力，通分辨啥物是你看最好来坚持实践，也有勇气有做你所无欢喜的。阮也要为阮的国家来祈祷。前摆的风台，对到南部有严重的灾情，求主示落怜悯。安慰扶持阮受灾的正百姓，帮助政府有智慧能力，通紧紧恢复处事，搁透过受交托的公权力甲资源，坚定来正做人民的保护。阮也要为阮的民主制度、阮的国会来祈祷。当阮看见国会的乱象，阮期待通过人民选举罢免的行动。互阮所喜爱的台湾，阮所留血汗、所起造的制度，通恢复正常，恢复用人民，毋是用个人，也是政党利害关系最中心的政治运动。我们恳求主帮助阮台湾，即个你所应许美丽的福摩沙台湾，成做真正有民主、有自由。会当来敬拜你的国家，阮也要为着教会来祈祷。这个教会要进入释教130周年，感谢上主，互阮有遮尔好的所在，伫逐世代护着侪侪值得阮尊敬的牧者甲信仰前辈，用因性命的款式做阮的模范，用因敬虔生活的态度来引带阮。互阮有代代传承、疼上帝、疼人的好模样来学习。虽然100年来教会有拄着政权的交替，有外来的侵占，有各种的困难，互阮担忧。总是伫上主的恩典中，阮看到你大开力的手，是恩典的手，深入伫济南教会中间。无论是产权的恢复、主日学教室的回收、整修、宣教中心的建立，再显明上主的主权甲神热。阮也拢伫即个过程中间，诚做活活的见证人。阮要迎接130年，但教会伫即个世代、即个所在，要诚做实践、行公义、好人民。会当诚做台湾即块土地讲上帝话语的先知甲守护者，我们恩主祈求，是落你恩典奇妙的气力，继续来保护即个所在，坚固阮的牧者会友的心，伫信心中耐心追求听候主安排的时间甲道路，因为阮信
伊是阮的所有安全的要塞。阮也要为着会友来祈求。最近天气炎热，天气变化真多，求主看顾身体欠满的兄弟甲伊的家人，互因有好的疗养甲照顾，也祈求陪伴因的家厝内的人甲陪伴者，愿因的心神肉体拢得到有对你遐来的激励甲同在，有你所享受的平安甲安慰。阮的祈祷无完全，我们学习主所教示的祈祷，安尼讲：愿伫天日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荣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上，亲像伫天上。阮的日时，今日互我，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迷试，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这时，咱来启应，请咱掀开圣诗后面启应文第62篇。第62篇，这篇是出自腓立比书第2章，咱做伙来启应。既然你较基督，既然有得到激励，既然你甲信心有交谊，恁着有相款的心志，和爱的感情。毋通自私自利，嘛毋通追求虚荣。恁逐个人毋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恁着有基督耶稣的心志。伊反倒摒空家己处奴仆的身份，伊自愿谦卑顺服到死，因为安尼，上帝提升伊到上悬的地位。安尼，为着敬重耶稣的名。一切的嘴所宣认，耶稣基督是主，来荣耀爸上帝。接着，咱来念圣诗83首，圣诗83首。耶稣基督听候，请起立来吟。
济。咱做伙来祈祷。至尊的天父上帝，你拣选阮做你的囝儿，以荣光尊贵，互阮做免流。因为这个身份，互阮会通直接到伫你的面前敬拜，好打伫你的殿院求问，这是何等的福气，何等的光荣，愿感谢你。当阮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你清气阮的心，圣洁阮的灵，会通用神用真实来敬拜你，也恳求你将未败坏的美娘赏赐阮，互阮的命命日日永壮，通伫属灵的知识加添，搁较加添，来承接你所应允的福气。奉阮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是来共读圣经，今日的经文是记载伫腓立比书第2章第1节到30节。腓立比书第2章第1节到30节，请咱注意看，听我来读。第2章第1节，既然你甲基督结连有得到激励，既然你对伊的疼有得到安慰，既然你甲信神有团契，既然恁有经验上帝的慈悲怜悯，恁就有相款的心志、相款的疼心和谐的感情，一致的想法，通互我充满欢喜。毋通自私自利，嘛毋通追求虚荣。反倒着有谦逊的心，看别人比家己较敖。恁逐个人毋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嘛着顾别人的代志。恁着有基督耶稣的心志。伊原本有上帝的身份，却无滥用甲上帝平等的地位。伊反倒摒空家己处奴仆的身份，出世甲人共款。用人的形体出现，伊自愿谦卑，顺服到死，甚至死伫十字架顶。因为安尼，上帝提升伊到上悬的地位，使伊超越万名的名号。安尼，为着敬重耶稣的名，天顶、地上、地下一切的脚头母，拢会跪拜。大家嘴拢宣认耶稣基督是主，来荣耀俾上帝。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我伫恁遐的时，恁拢有顺探我。现在我无伫恁遐，恁搁较是安尼，就继续行行摇摇出来完成恁的得救。因为上帝时常伫恁中间伫做工。互恁有意愿，阁会实践伊的好旨意。无论做甚物代志，拢毋通埋怨，也是争论。互恁通清白纯洁，伫即个邪恶腐败的世代，做上帝无缺点的囝儿，着伫因中间发光，亲像光伫照世间，来坚守属活命的信息。互我伫基督的日。通夸口讲家己无空空奔波，无空空劳苦。我若着用家己的血做奠酒祭，蓝伫恁的信心所献的祭物，我嘛欢喜，嘛要甲恁做伙欢喜。相款，恁嘛着欢喜，甲我分享欢喜。我毋望主耶稣，互我会当紧找提摩太去恁遐，互我通听到恁的消息来得到激励。只有伊甲我同心，真正伫关心恁的代志。众人拢伫追求家己的事，毋是耶稣基督的事。毋过提摩太会做人，恁拢知。伊甲我亲像爸甲囝做伙为着传福音伫服侍，安尼，我一个知我的代志有甚物结局，毋
望会当随时找伊去恁遐。我确信主嘛袂互我真紧去见恁。不过，我想讲到找伊爸夫提去恁遐，伊是我的兄弟、同工甲战友。伫我需要的时，恁有派伊来服侍我。伊真少念恁大家，嘛因为知影恁有听到伊破病的代志，心真艰苦。伊确实有破病，甚至险死去。毋过，上帝有怜悯伊，毋但伊若定，嘛有怜悯我，互我毋免搁加添忧伤。因为安尼，我赶紧要找伊转去恁遐，互恁袂当搁见着伊来欢喜，嘛通减少我的快乐。所以，恁着伫主的内面欢欢喜喜，甲伊接纳，着尊重亲像伊即款的人，因为伊为着基督的工作，无性命危险，险啊死，要保恁所做无够的，替恁来服侍我。圣经读到遮，愿上帝赐福听通伊的话，搁照伊的话去行的人。这时，要请圣歌队希望诗班来献诗，带咱来敬拜。因要唱的诗歌是高举诗歌。
这是请黄尊成牧师讲道，题目是基督的模样，尼西亚圣经1。愿兄弟大家平安，愿上帝恩典，甲咱三个弟弟。今仔日圣歌队所带领咱歌曲十字架这首诗来带领咱礼拜，在拄对应伫今仔日的信息的中间，耶稣基督取罗卜的形象。为咱来死，钉死伫十字架顶，最后上帝高升伊超过万名的名。今仔日开始这嘛是永文牧师所为咱所定的这个经文的这个讲题题目，是要来对应这个尼西亚圣经。尼西亚圣经是伫1700年前。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伫公元325年的时阵召开。所以咱的信仰，其实伫早期初期的教会的中间，其实拄着侪的这个无共款时代的这个挑战，所以定落这的圣经。迄当时尼西亚圣经是已经。信耶稣的罗马皇帝，这个君士坦丁一世伊召集的这个会议，迄个召集的会议是将帝国境内所有的这个各所在的主教318名召集做阵来开会。迄个会议的中间，主要是要来去处理。圣爸甲圣囝伫神学上的这个理解，咱来知影讲信仰是超出理解。这个会议的中间上时阵定着20条教会的法规，教会法规是后来无共款的所在阁有定。通过罗马帝国全境，这个法规会通伫遐来约束。尼西亚圣经的形成，迄当时埃及的这个亚历山大亚他那小，伊是重要的神学家。不过，伫迄一处认定的这个尼西亚圣经，毋是咱今仔日所上原始的版本，因为这个定着这个会议，一直到伫君士坦丁会议381年的时阵，甲确定落来，所以咱今仔日咧讲尼西亚圣经其实是325年甲381年的时阵两遍的会议确认落来。伫今年普世教会协会 WCC， 一定伫今年10月，伫埃及第2大城亚历山大的这个科普特教会来。召开尼西亚圣经1700年的纪念，咱会通看到普世教会对这个圣经其实是真注重的。咱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基督徒需要圣经？这个圣经、信条，甚至信仰个别，这三个物件是历代的教会伫无共款的时期演变产生的。这个圣经、信条、信仰个别，
毋是为着要来取代圣经，嘛毋是要来束缚咱，乃是历代的教会面对着异端，面对着信仰的混乱，伫因时代无共款的处境下底，做出信仰的回应。因会通过祈祷，通过查经，通过公共的这个议会，来定着信仰的共识。咱今仔日虽望伫礼拜中时常咧读使徒圣经，但是使徒圣经是无经过公共的这个大公会议来确定，所以东方的教会因并无使用。西方的教会，咱有使用这个使徒圣经，包括天主教会，但是东方的教会因敢若接纳尼西亚圣经，因为尼西亚圣经是大公会议所确认的。咱伫咱生活中间，其实咱无需要去刻意表明咱的信仰的立场。但是有一寡拄着特殊的情形、挑战的时阵，咱就需要去表明咱的立场。所以，对伫历史甲神学的角度来看，基督徒需要对这个信仰的文献，会当去要紧伊，主要有几项的这个原因。第一项，咱来知影讲，这个圣经是为着对抗时代内面信仰的偏差也是异端，所以第一个尼西亚圣经325年，迄当时主要去定落来，是因为有一个异端叫做阿流这个人，伊伫遐完全否定耶稣基督的神性，因为伊认为耶稣基督是受造的，毋是上帝本身。但是咱的信仰内面，对圣经的人物内面，咱咧讲，咱的上帝，咱的耶稣基督是上帝成做人，因为伫约翰福音第1章就互咱知影，耶稣基督道成肉体。但是迄当时这个异端阿流认为，耶稣基督毋是神本身道成肉体。迄个历史的争论真多，总是为着要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召开尼西亚会议来确定咱的信仰是啥物，你信的甲我信的无共款的部分是啥物，这是迄当时定着这个圣经主要的原因。伫早期的教会451年，阁有一个会议嘛真要紧。叫做加克敦会议，这个加克敦会议内面嘛定着一个信条，主要是要来厘清耶稣基督的两性。一讲起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这当然是因为嘛是拄着迄当时异端的误解，所以咱要讲起。圣经内面甲咱讲，咱的信仰是啥物？所以这圣经的文字是咧问讲，耶稣基督是啥物人？救恩如何来成就？上帝甲人安怎来相通？这拢是信仰真要紧的内涵。这款的内涵，就成做圣经，互历代的教会会通伫遐。礼拜中间来背，也成做咱信仰，会表明咱信仰的立场，咱的信是啥物？除了这个原因以外，阁有安怎？第二个就是教育的功能，因为教导信徒啥物是正统的信仰，特别伫宗教改革的时阵，马丁路德伊有写一个小要理，这个小文达。小文达内面，将10条诫、主祷文、使徒圣经等等遮个，伊做一个整理，后来成做迄当时信仰的教材。咱长老教会上要紧信仰的教材，其实就是为书面书德信仰个别，甲要理文达。这是加利门派，也是讲欧洲的改革宗，也是
苏格兰的长老宗所主张的神学甲信仰的理解，所以这是咱会通通过这个圣经信条来学习咱的信仰。另外，嘛会通成做一个公共的见证，因为伫教会历史中间，通过这个圣经，互咱知影，咱是甲普世的教会是合一的。西方的教会强调使徒圣经、尼西亚圣经，咱来强调这两个圣经，代表咱是合一的教会。咱若要甲东正教成做一个合一的教会，因咧强调的是尼西亚圣经，所以普世教会的自集的时阵，因通常较意爱用尼西亚圣经。这其实就是表明咱是同款的信仰，信仰的内涵是同款的。当咱咧背这个信条、圣经的时阵，就那亲像甲1700年前的教父、甲遐顺道者，甚至是甲改革的这个信徒，拢是安怎传承一位上帝，共一个救主。另外，这个信条也会通成做牧养，甚至是这个敬拜的引带，因为伫礼拜中伫遐来读这个信仰个别，这嘛是一种塑造一体灵性的这个实践。所以真侪教会伫主日礼拜中间，因会读圣经，这是对伫真理敬虔的一种的回应，嘛是一种信仰的操练。除了这以外，近代的信仰个别。迄通讲是一种公共信仰回应时代挑战、社会实践的这个指引。特别，譬如讲伫比利时信条，也是第二瑞士信仰个别，因的信仰个别的内涵，会强调基督徒有维护社会世界公义。关怀送乡人，抵挡这个压迫，关怀受造界的信仰，这是比利时信条真要紧的内涵。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咧，咱有当时咱会背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这是1985年所制定的，但是迄是经过骨力当一体的讨论，来来回回的祈祷，敲找圣经的根基，所定着咱长老教会信仰个别。咱的信仰个别内面，是因为咱过去咱的教会经历伫228白色恐怖，后来到伫民主化的时代，咱的回顾过去这段历史，咱的教会是一个伫处境中间所形成的一个教会的传统，所以伫咱的信仰个别内面，伊就表明对伫民主、自由、人权迄款的维护，这就是信仰落实伫历史处境的见证。所以内面咧讲起，通过疼甲受苦，成做毋忘的记号。所以咱来知影讲，无论是圣经、信条，还是信仰个别，迄拢是伫历史的中间会讲起教会是啥物，咱的信仰是啥物。所以伊迄个结构内面，拢会看到讲圣父、圣子、圣神，以及教会生活，甚至加上咱伫时代内面的处境。今仔日咱看到腓立比书，特别是第2章第60到11节，迄是尼西亚圣经主要的内涵的所在。咱要进入迄个中心的这个内涵的开始，咱先来看这个第1节到第5节所描写的这个箴言。这个箴言一开始，伫咱台语的翻译讲，既然啥物代志？既然恁甲基督有结连，就爱受着激励。但是伫原文的中间，现代中文的翻译是安尼：就近。
伊是用问题，伊提出4个问题。恁有基督的生命伫恁的内面，但是恁敢有激励起来，敢有坚强起来？其实是一个疑问句。甚至伫遐讲，基督的疼，敢有激励恁？恁敢有甲圣神有迄个koinonia团契？基督徒的中间，敢有互相相疼的心？这是第一节一开始就会问这个问题。真侪圣经的研究家，因通过这节经文去敲吹，到底保罗为什么会提出4个问题？迄是因为腓立比教会内部出现无和谐、无和睦的问题，所以保罗才安尼来提出。你也真紧去将这个腓立比书甲看了，你也看到第4章第20甲第30的时阵，保罗伫遐会讲起教会内面有2个姊妹啦，冤家吼袂收山的，到底是这项代志，还是其他的代志？因为第3章的时阵，迄个无和谐，包括犹太教的教义进入这个腓立比教会，造成信仰的偏差。因嘛伫遐否定耶稣基督伊的神性，也是第1章40到8节，保罗有伊家己做阵同工，或者同伴，所以有的人拢保罗甲因较好人，甲阮较无好人。亲像即款的这个轻分的代志，到底保罗提出4个问题，伊是咧讲起教会内面无和谐的问题，这应该是迄当时真严重的代志。面对这4个问题，保罗也提出4个要求，伊咧讲起。要有共同的目标，咱要有共同的疼心、共同的感情，甲一致的想法。保罗讲遮个讲吼，恁着安怎，互我通充满喜乐。保罗讲即句话，看起来若亲像迄亲热啦，恁若无互相相疼吼，我着袂欢喜啦。但是保罗强调的，毋是伊的亲热，伊是要表达。咱的关系毋是建立私人的友谊顶头，是建立伫耶稣基督做教会的头，咱就要用耶稣的心做心啦。咱知影讲腓立比教会所徛起这个腓立比城，迄当时是一个罗马的军队退休的军人所住的这个城市。迄个城市内面，毋是高高在上遐个公民，也是军人，也无就是安怎奴隶啦。这拄伫这个罗马文化的内面，咱讲尊卑荣辱，因的文化内面，拢会争这个尊贵地位，看轻低贱的奴隶。因所追求的是尊贵的自我中心。在这款的文化的内面，教会敢会受影响？当然会受影响。咱来看第3节到第4节，伫遮所描写的。所以保罗伫遐面对迄当时社会的风气，伊咧讲起，毋通自私自利，嘛毋通追求虚荣，反倒当爱有谦逊的心啦。看别人比家己较敖。即句话就安怎挑战迄当时罗马帝国，咱讲即个尊卑荣辱的文化。逐个人会争啥物人较尊贵，地位较好、较悬，看轻迄个社会低贱的人，看轻遐个奴隶。但是保罗即句话拄拄咧挑战迄当时罗马的文化，所以保
保罗继续安尼讲：恁逐人嘛毋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嘛着爱顾别人的代志。所以保罗讲这个话，其实是要来提醒教会内面的纷争，无论第四章迄两个姊妹的纷争，也是犹太教进入教会内面所造成信仰的偏差。因为犹太教的内面嘛有阶级的重视，什么人是法利赛派，什么人是经学教师，什么人的信仰的地位较悬，其实这拢正做教会内面的分裂。所以保罗伫遐提出这款的批判，伊咧讲起，毋通为着家己的个人做中心。所以伫罗马荣耀的这个文化中，保罗的提醒是反对罗马的这个文化。当罗马社会看重地位、看重社会阶级，保罗却呼吁基督徒，咱来摒空家己，谦卑，这才是安怎荣光上帝。简单来讲，基督的身躯毋是自我中心的。保罗认为，基督的身躯无应该有自私的目睭，无应该有虚荣的头壳，搁较毋通有安怎爱人抱的耳孔。咱拢真爱人抱嘛，咱的耳孔拢安怎听好听话嘛。保罗其实咧甲咱提醒即项。嘛无应该安怎违亏的心性，拜托别人，嘛毋通敢若有想要帮衬家己的手。对保罗来讲，只有顾家己的个人主义，也是自我中心，这是对上帝国的群体是有害的。所以，就爱去除去这个自我中心。换做掠耶稣基督的心做心，这是这个箴言内面，互咱看到迄个教会内面所发生的代志。既然要用耶稣的心做心，保罗就安怎引用一首诗，就是第6节甲11节。这首诗也互人称作基督的俄罗斯。一个出名的这个圣经注解家 Gordon Fee。伊伫伊的保罗的批示腓立比书内面，伊的注解安尼讲起，讲这个基督的俄罗斯是甲尼西亚圣经中间安怎有真多对同的所在。这首诗敢是保罗所写的？研究上讲，毋是保罗所写的。这首诗应该是普遍伫保罗以前。就流传伫基督徒的这个群体的中间，伫遐互人熟悉。保罗要用这首诗来安怎来应用？什么叫做基督的掠基督的心做心？咱通常会将这首诗甲分做3段。第一段是安怎？会讲起基督是。咱讲先存伊的心性，伊甲上帝原本就安怎同在啦。所以耶稣基督毋是安怎，毋是2000几年出世，毋是啦。耶稣基督伫创造以前，伊就存在啊啦。有一回，会甲学生囡仔会讲，耶稣什么时候生的？当然是圣诞节嘛。圣诞节咱讲降生，毋是出世，降生。因为迄是上帝成做人，但是伊早伫创造以前，伊就有，伊就存在。咱讲这叫做生存啦，基督的生存。因为基督伊的生存，会表明伊是上帝本身。但是耶稣的身性，毋是来高举家己。伊乃是用着疼来出发，所以腓立比书2章第6节
会表明耶稣伊的本质安怎，甲上帝平等。这嘛是尼西亚圣经真要紧的这个表明的这个核心。初代教会迄当时会面对异端阿流，伊认为基督是受造的。如果是受造的，就无法度带来救赎。耶稣基督会当带来救赎，是因为伊是上帝本身。我以前捌讲，生命的源头，咱来用逻辑也是数学的想法来讲，伊是一个无限的。无限无限减掉一还是无限？无限减掉70亿还是无限呐？所以只有这个无限的上帝会通安怎救赎所有的人。若是耶稣基督毋是上帝本身，伊加上是一个人，一个人救家己就无法度啊，更何况救你救我？因为一减一就等于零了嘛。只有这个上帝，无限的上帝，他减掉70亿人口的灵魂，伊嘛是安怎？伊嘛是无限啊。甚至咱来知影，无限减掉无限，它还是无限，这是逻辑概念。所以迄当时，面对这个异端阿流的时阵，伊咧讲起耶稣基督是受造的，但是咱的圣经甲看起来、甲读起来，咱的主是道成肉体的，这是约翰福音内面所讲的。而且第二章第6节咧讲，伊原本有上帝的身份。通过安尼，咱看到耶稣基督绝对毋是受造的，乃是出自上帝。所以尼西亚圣经内面的信仰个别，安尼讲起，愿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伫一切的世代以前，对爸来生，是对上帝所出的上帝，是对光所出的光，是对真神所出的真神，是生的，毋是受造的，甲爸同一同体。这就是尼西亚圣经内面的信仰个别，其实要来表明耶稣基督的生存，伊是甲上帝做阵存在。所以神学家 Ralph Martin 伊会讲起，这首诗歌《基督的俄罗斯》，迄是迄当时初代的教会，就开始有这首诗歌的流传。保罗将这个诗歌甲应用起来，会讲起基督的神性，伊毋是为着特权，伊乃是拼空家己的疼。拼空家己受钉死伫十字架顶，带来救赎。所以第二段就是第7节甲第8节，耶稣安怎拼空家己伫十字架顶的这个顺服。这个拼空家己，咱讲虚己，这是神学真要紧上帝的行动。完全的上帝，全能的上帝，伊安怎？拼空家己虚己，伊的全能，伊家己安怎约束？伊愿意安怎除去伊的这个权能？伊通过安尼取奴仆的形象，完全的人来到伫咱的中间。这款咱称作十字架的神学。十字架的神学毋是失败，乃是安怎？愿意屈给家己顺服来服侍，这拄甲腓立比迄当时罗马时代的价值完全无共款。罗马人因追求的是高高在上的权力，但是咱的上帝是安怎？高高在上的上帝拼空伊的权力，道成肉体来到世间，这叫做十字架的神学。谦卑家己，伊放弃伊的特权，放弃伊的特权。所以圣经内面讲，取奴仆的形象，奴仆就是安怎奴隶啦，
菲律宾的社会风气，努力是上低层的，互人看轻的，大家拢在追求高高在上的地位。但是，这位上帝竟然是安怎无共款的，伊在对抗罗马的价值。所以保罗的信号一个真要紧的，就是基督的顺服。通过这个顺服，这个顺服不是盲目的盲从，乃是为着其他的人的利益，做出行动。所以同款的，咱来通成做一个基督徒，咱嘛需要为着其他的人的利益，我愿意牺牲来做出这个行动。亲像讲老母疼囡仔，所以愿意安怎放弃家己的休闲，放弃家己的需要，为着安怎照顾细囝。甚至咱伫服侍中间，咱嘛会当去安怎有时间来去佚佗，但是安怎我愿意为着更较需要的人，我会通选择一条无共款的道路，也是价值来行。这就是耶稣基督因为疼的缘故，来做一件代志。咱知影讲，这个对去年到今啦，400几天呢，400几天，有人讲罢免就是爱，为什么是爱？伊嘛会当去佚佗啊，伊嘛会当去度假啊，但是我看到我熟悉几位。甚至有人是安怎死头路，为着安怎疼台湾，伊甲我安尼讲，这互人真感动。人的联署是安怎实实在在的抄、的写，毋是死亡联署，毋是安怎伫遐伪造文书，真正因伫遐牺牲家己啦，都、就是为着疼。咱有可能是为着疼来做出利益咱四周围的人，所以耶稣基督的疼，伊是用这款甘心屈给家己、拼空家己、谦卑家己，是为着疼咱。迄个高高在上的上帝，道成肉体，道成肉体来到世间，伫这第9节到11节，伊迄个主语的动词换，本来是耶稣基督本身，成做安怎？后来变换做上帝出现啊！上帝将伊高举伫至悬的所在。圣经内面在讲，互伊的名超越万名之名的顶头。什么人的名伫万人的顶头？讲起来就是安怎？罗马皇帝，敢毋是？但是真正的名毋是罗马皇帝，因为原文内面咧讲 “Curious” 这句话主，当然罗马皇帝伊嘛用主啦，爱人称伊做主。但是这个主，伫这个旧约圣经甲翻译做希腊文的时阵，特别是用伫上帝的身躯顶，所以因伫遐咧称呼上帝的时阵，拢称呼 Curious。称呼上帝，所以伫这段经文就在表明，耶稣基督就是上帝本身，甚至耶稣基督的 Curious 这个主，是安怎挑战罗马皇帝的主权？真正的主毋是该撒，真正的主是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学者 Gordon Fee 伊伫遐会讲起，基督受高举，迄毋是个人的荣耀，是安怎？是上帝完成伊所做的工，受高举伫天里，所以安怎普世来敬拜？所以就是伫这个第10节下底咧讲伊的名安怎？天顶地上地下一切骹头夫拢会敬拜。耶稣基督是主。来荣耀俾上帝，这就是讲伊的救恩已经完成了啦，已经完成。保罗要通过这个诗，其实嘛要处理头前所发生的代志，
教会内部有无和谐的所在，教会内部有这个对伫耶稣的人物无够的所在。所以，咱来看12节到18节，保罗伫遮来呼吁，咱都要用敬畏的心，用谦卑的心，因为咱的主安怎伊谦卑家己，道成肉体。圣经内面伫遮有一个真强烈的语感，叫做“做成了得救的功夫”。耶稣基督已经做成得救的代志。这个做成，就是安怎？毋是咱家己努力的，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恩典。所以通过安尼，保罗会提醒，咱无需要伫遐轻分，无需要伫遐争论。教会内部就是安怎？咱伤看重家己啊！咱爱看的，就是爱耶稣基督，伊愿意谦卑家己，道成肉体，迄个拼空家己。所以保罗通过安尼会提醒，迄当时教会内部，咱彼此应该安怎？爱谦卑落来，亲像主的谦卑。保罗最后用伊家己的例，伊的讲起，伊就若亲像祭面，诚做祭奠啊，为着福音的缘故来牺牲，伊嘛欢欢喜喜。所以保罗直接讲，耶稣基督是咱的模范，伊家己本身嘛学耶稣基督，诚做一个祭奠、牺牲、奉献。若是安尼，咱真正的喜乐是啥物？参与基督的受苦，甲伊的拯救的使命。所以伫教会内部无和谐，保罗提起耶稣，互咱学习，也讲起伊本身伊信仰的经历。煞者咱来看19节到24节，伊阁讲到啥物人？讲到提摩太，伊伫批内面咧讲起。对伫提摩太，伊的评价是真悬的，而且讲的这个顾念、挂念，毋是干那关心，伊是安怎？一种主动的关怀，实践是际上的这个责任感。因为提摩太甲保罗做阵做工骨力重，提摩太的服侍毋是为着伊的名声，若是罗马的社会是为着国较悬的名声。但是提摩太毋是，伊嘛毋是为着家己的利益，伊是深深的听教会，为着兄弟的灵性成长的关心。所以今仔日咱看到，伫迄个自我中心的罗马文化的中间，保罗的提醒，搁较怎？咱讲刺耳啦，别人拢是追求家己的事。但是提摩太却是活出无同款的态度，伊毋是为着求家己的事，毋是累积家己的成就，乃是安怎回应耶稣基督？伊关心弱势，陪伴受伤的人来服侍。所以提摩太所表现的，毋是干那尽忠，乃是安怎延续耶稣基督谦卑顺服到死。迄款的生命态度，所以到遮咱会当看到保罗用耶稣来说明，用本身的经验来说明，过来用提摩太伊的生命的态度来说明。最后讲起以巴弗提，就是25节到30节，伫遮会讲起，伊讲另外一个同工以巴弗提。伊讲：这个同工是我的兄弟，是我的同工，是同做兵的，是受差遣的。我的需要也是伊安怎来到我遮帮助我的。所以保罗会强调以巴弗提，迄当时因为帮助供应保罗的需要，甚至伫这个旅程的中间患病，差一点仔死去。所以保罗第30节讲，伊为着基督的工作，冒生命的危险，差一点仔要死。所以咱看到这个点点无名的以巴弗提，
伊为着基督的身躯拼命付出。虽讲伊毋是使徒，伊嘛无写批示，伊嘛毋是一个宣教师，总是伫即个时代，保罗将伊的名甲记落来，要互伊迄个腓立比教会的兄弟知影，恁中间嘛出一个亲像耶稣基督真正奴仆的人。所以面对伫腓立比教会内部的无和睦，保罗通过耶稣，通过伊本身，通过提摩太，通过以巴弗，会成做因的教导。咱甲想看卖，即章内面有咱啥物款要紧的信息？我想提出3项，甲咱做阵来思考。第一项，基督的身躯无应该是自我中心。腓立比教会内部的无和睦，保罗用伊本身，用提摩太，用以巴弗，这就是要来说明，因拢是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是信徒的模样。如果咱大家拢是自我中心，安尼腓立比教会内部的无和睦会继续存在。如果大家会当拄起自我中心，变换家己，掠基督的心做心的时阵，安尼这个信仰的团体就会通安怎荣光上帝的名，会当表现出第3个甲第4节伫遐讲的，毋通自私自利，毋通贪盈虚假，逐个人谦比，看别人比家己较牛，毋通顾家己，也爱关心别人的利益。所以保罗伫遮要提出，这个基督的身体毋是自我最中心。所以伫第2节画出保罗所讲的4个要求，爱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疼心、共款的情感、一致的想法，毋是爱互这个罗马帝国迄款看悬无看低的文化继续影响教会，继续影响这个信徒。基督徒毋是照罗马帝国看悬无看低迄款的风气的生活。基督徒应该要有天顶光明的素质，这个天顶光明的素质，就是基督的身躯，毋是掠自我做中心。谈大讲起，基督的身躯无应该安怎自私的目睭，无应该有这个物件，无应该有这个虚假的头壳，无应该有爱人抱的耳孔。伊的心性会通安怎容得下其他人啊？伊的手毋是为着干那帮衬家己。对保罗来讲，若是自我中心、个人主义，这对一个信仰群体是危害的。因为咱若看到腓立比书第4章的时阵，保罗就在处理教会2个姊妹冤家甲教会要大分裂。你有时间转去甲看腓立比书真短4章尔，几啊个看了，你就差不多知影讲这本册内面要处理是啥物代志。第2项，咱要做阵来看的是对三一上帝的人物，会影响咱如何实践信仰。保罗写这段的这个信息，当然一方面是处理教会内部无和睦的问题，但是伊伫遮特别引用早期教会中间流传的这个基督俄罗斯。这个俄罗斯咱谈多啊，咱有去甲了解迄3段的意义。保罗用这个俄罗斯，是因为咱对三一上帝的人物会去深深影响咱信仰的实践。这个现代德国的神学家穆特曼，伊有一个真深的描写。伊讲，
对上帝经验了解愈侪，上帝受苦的奥秘，就伊启示愈深。咱会通去明白上帝，是因为明白伊的受苦。穆特曼继续安尼讲，因为伊会通知影世界的历史，都是上帝受苦的历史。如果咱人感受到罗列伫埃及的呼叫，感受到基督伫十字架顶临终的声音，整个受奴役的受造界，渴望自由的这个叹息。如果人会通感受到上帝的受苦，伊就会通理解三一上帝的奥秘。这是穆特曼伊伫伊三一甲上帝国，讲起上帝的教义迄本册内面所描写的。圣父上帝是受奴为着受奴役的人带来讨饭的神。圣子上帝是迄一位受钉十字架带来救赎的神。圣神上帝是为着受造界的自由，伫遐吐开基督的神。如果咱会通理解三一上帝伫历史中间用行动带来讨饭，带来世界的改造，实践上帝国的作为，安尼，咱才会通理解基督教是啥物。所以基督教毋是安怎让你发大财、赚大钱啦，毋是啦。迄是一种学习耶稣基督谦卑家己，甚至牺牲钉十字架，但是最后伊安怎？伊受高升。这是基督的信仰。第三，咱要来讲的，要来问一个问题：安尼有限的人如何去理解三一上帝的奥妙？咱要安怎去理解三一上帝的奥妙？我会记得我以前讲道的时阵，捌分享过，伫迄个第4世纪、第5世纪，有一个神学家奥古斯丁，伊写一本真要紧的册，叫《三一论》，一强调三一上帝中间是疼的关系。迄当时，这本册其实足侪人通过这本册来理解，啥物叫做三一上帝，因为内面有一个故事啦。迄个故事是后来伫这个明朝末期甲清朝的前期，天主教的宣教师利玛窦，真实的名利玛窦，伊翻译第一本中文的神学的册，叫做《天主十义》。伊的内面就是讲着三位一体是啥物，三一上帝是啥物。伊讲起关系伫奥古斯丁的一个故事。伊讲奥古斯丁迄当时对伫迄个三一上帝奥妙的道理无理解，甚至安怎袂食袂困，甚至足烦恼，烦恼甲伊安怎无法度安静落来，所以伊安怎找一个时间去海边啊去散步。伊咧散步的时阵，伫海边啊，伫北非地中海遐散步的时阵，看到一个囡仔，伫遐用桶啊，将地中海的水安怎乌伫一个坑，因为乌迄个坑乌足久的，伊就将迄个水加漾入来，伊就问这个囡仔讲你咧做啥物？你咧佚佗啥物？迄囡仔甲讲，我毋是咧佚佗啦。我是要将所有的海水安怎涌入来这个坑。不过，迄个囡仔反倒转对奥古斯丁讲一句话：伟大无限的上帝，如何会当放入去咱小小的有限的头壳？讲了后，迄个囡仔就安怎无去啊？利玛窦伊解说，
伊讲吼，即个囡仔就是天使的化身啦。伊去提醒奥古斯丁，人是无法度明白三一上帝的奥妙，只有通过上帝启示才会通。咱的信仰是需要不断去敲找理解。所以奥古斯丁伊即个经验，伊是一个大神学家，总是伊嘛，互咱知影，做一个神学家的有限。咱恳求上帝圣神帮助咱，日日搁较认捌上帝的奥妙。咱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面对伫菲律宾教会内部的无和谐、无和睦纷争，保罗通过基督的俄罗斯，伫遐来兄姐来提醒，基督的信仰是甲地面上帝国的价值完全无共款。我要学习耶稣基督，谦卑家己，摒空家己，道成肉体，参与伫受苦的人中间的受苦，因为阮相信有一日，上帝荣光就要受高举，亲像你高举耶稣基督，互伊的名超越万名之名。愿你帮助教会伫时代的中间，会通甲无公义车拼，是为着要彰显主你甲阮讲的，阮着爱先求上帝国甲上帝义。愿你施恩看顾阮每一位，互阮伫工作中、伫生活中看无家己。来敲找主你伫阮生命中间的帮助，阮的祈祷恳求奉耶稣的圣名，阿免。这是咱做伙来吟诗回应上帝话，信诗162首，162首，着用基督耶稣的心，请起立来吟。请坐。这时是讲道的时间，咱要为下面的事项来祈祷。一项，为着暑假期间，
出外学习甲旅游的平安。第二项，要为着基督徒有行公义、好人民的见证。第三项是为着罢免亲极权中国的拥强的立委，咱来守护台湾来祈祷。请咱大家做伙出声，同心来祈祷。这时，请苏县长是淑珍执事带领咱做结束的祈祷。天父上帝，感谢你赏赐阮人类劳碌有时，安歇有时。伫这段暑假期间，学生甲阮少年团契、妇女团契拢停止上课甲聚会。会友为个家庭安排出外旅游。有个人在进行新的学习的计划，求主保守逐人出入平安，无论学习也是旅游，拢体会主你的同在甲引带。求主帮助阮，谦卑家己，看别人比家己较敖，用基督的心做心，学习主的款式，互阮伫主内底，主也伫阮内底。因为安尼，阮会当有主的眼光，佮得到主对主你遐来的快乐，通行公义、好人民，伫充满变化不安以及罪恶的世界，最光最严。伫接续来的礼拜六，阮的国家要进行第一批的罢免立委的投票，求主掌权。求主人民，要互邪恶较赢。求主叫醒阮台湾的人民，开阮的目睭，清楚跩被罢免的民意代表伫过去的所作所为，会当做出正确的判断，守护民主，守护家己的国家。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恳求，阿门。这时，咱来奉献。因为时间的关系，容阮我来遮做报告。今咱掀开周报，通知事项，7月份的伫月长老是考试中长老。一项，为7月开始，牧师团开始要传讲腓立比书的信息。因为今年是尼西亚圣经1700年的纪念，信息就要结合尼西亚圣经，续接伫个8月也要阁继续传讲第2以赛亚书，请兄姐会当有心来读圣经、腓立比书甲尼西亚圣经，会当帮助咱明白圣经的信息。第2项，学青的团契。因为大学都要填志愿啦吼，所以欢迎咱会当介绍咱读大学的伫个台北的学生会当加入咱教会的学青团契，要联络的人会当甲嘉义传道来联络。第3项，我感觉真欢喜的消息，因为足侪的会友的会籍拢迁徙来咱教会。对3月、5月、6月、7月，拢有真侪会友拢刷会籍来到咱的中间，那么为因来祈祷。第4项，香港团契要聘请建灵传道做伊的
做全职的童工，因为伫个7月13，因有举行家会，拢是合意要邀请刘建宁传道为着专职做全职的童工吼。即个代志嘛是教会嘛有小会来提案，并且要进行相关的定书。第5项，香港团契要合意要设立教会，因为因对浙南小会对2019年9月7日，咱有设立香港团契，已经到即马就有6年，会当真做香港人伫个台湾伫信用上的一个指条。所以香港团契因嘛是想讲，会当设立伫个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香港教会浙南支会来努力，期待伫教会设到130周年，会当为上帝献上感恩的祭。第6项，7月26罢免的投票日，敬请兄弟为着即个代志来关心、来祷，甲有影来实现。迄天一切拢真正常诶，上班教会嘛有上班，团契诶聚会敬拜团拢是正常诶活动。第7，守护台湾的基督会，每礼拜5暗时7点有守护台湾的基督会，邀请大家来做阵参加，尤其是伫迄个7月26号进行拜5暗时，咱继续为着上帝国来代祷，希望迄天咱会当较侪人来参加。团契消息，请咱家己看。具体消息，全体乡长老安孝主怀，伊个个别礼拜定伫7月27日礼拜四下晡1点半，是伫个咱浙南教会大礼拜堂。第2项，咱主内着王摩尼姊妹伫个7月16。安孝主怀入世98年，愿主安慰伊族。个别式安排是伫个8月初9，拜6的早起时10点，伫怀爱馆景仰楼至善2厅。分期的时间，下周侍奉的人员安排，顶周的奉献甲出席，请咱家己看。即时请起立，咱来用奉献诗来做咱奉献的祈祷。请坐。这时，请牧师来补充报告甲请安。咱等下礼拜后地饼会伫中庭吼，有即个土耳其、叙利亚遐寄来的即个无花果吼，请咱来食啦吼，因为迄当时伫土耳其吼。大地震的时阵，咱教会有甲因奉献，甲因帮赞。因对遐吼寄即个无花果来到伫教会，要甲咱来分享。所以足济吼，所以请咱免客气食。做阵伫主的内面三角纪念。其实咱教会对真侪的即个诸神的奉献啦吼，比如讲咱嘛关怀。南苏迄个张一凡牧师伫遐的服侍，咱嘛关心迄个玉成迄个喜憨儿的庇护工厂的即个建设等等遮的，伊是咱教会帮衬真多可能检测咱的会友较毋知，因为咱拢无将遮个写起来啦因为迄个玉成迄个喜憨儿的
伊嘛甲我联络讲吼，牧师啊，我要送一寡吼，是咱落所做的迄个中秋节要到迄个月饼衫来互咱，吼，讲爱送几克啊，我讲卖啦，免送啦。伊讲一定爱这表达吼，阮的这个汉堡包吼，因会欢喜安尼啦。我讲好啊，安尼送来就是安怎？伫这个茶饼会吼，甲兄弟做阵分享啦吼。咱的教会爱诚做一个有听的教会，咱来做阵努力。伫遮来介绍咱中间的来宾。首先来介绍一对美国加州回来的陈启文、陈启文，毋知坐伫倒，来欢迎欢迎。我阁看到迄个 Party， 迄个英国金融时报的记者吼，伊伫台湾，伊本身嘛是长老教会啦吼。过来介绍的是Robert 跟迄个 Jennifer，please， 这个家庭吼，欢迎。过来介绍的是吴建林、吴建林，伫楼顶，是迄个德发的朋友啦吼。过来介绍的是关长老的查某孙吼，这个吴纪言8个月吼，爸爸妈妈来带伊来到伫教会，咱拢会为着第一次来到伫教会的宝宝吼，咱做阵来为因祈祷。来，我们到前面来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为小朋友来祝福。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哈，一起来为小朋友祝福。咱三个来祈祷。主，我的上帝，阮感谢你，你互既然伫家庭的中间来出世，伫遐受到照顾帮赞。阮要为着这个细囝来仰望伫主你，恳求你帮赞陈汉、安利互因照顾细囝。伫主你听的中间，帮助这个细囝来成长，也互伊伫听伊的人帮赞，无论是伫学习，无论是长大，拢有上帝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伫伊的顶头。主，阮为着既然仰望伫上帝。伊今仔日第一遍爸母带来到伫教会上帝的殿，愿你也帮助伊，也互伊一生的中间会通知影，伊是属伫上帝你的子民。愿你施恩看顾伊无煞。愿伫你面前喺啲祈祷恳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搁一遍拍鼓啊，欢迎。咱做伙来吟上吟392首，392首，阿老天顶主宰，请起立来吟，阿老上。愿所仰望的上帝，因为恁对伊的信心，互恁充满逐款的欢喜甲平安。
搁互恁对圣神的能力充满愿望。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迄要上帝极大的疼痛，以圣神的相通，甲恁正大家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密道避讳。为兄姐，请到我这南路边的雨伞卡，牧师甲同工为恁来祈祷。